了下一年先来研究一下，等一下上课會用到嘅詞彙，大家記得會聽聽有冇？中低收入、重大收入、重大收入、軍公教、軍公教、軍公教、農漁民、農漁民、農漁民。身心障碍、身心障礙、身心障礙、寫、寫、商量、參詳、參詳。你好，想問你辦乜嘢呢？我要申請重大收入嘅補助。今日有幾種問題要先請教你。好，請問你係軍公教人員、農民也係漁民嗎？唔係呢。請問你有身心障礙嘅身份嗎？未冇呢。也係身強單，你曉得寫嗎？看起來東牆前難。冇要緊，你先拿張去老母客人參詳一下。等全部寫好，將拿來申請，好嗎？好，希望你。